第33天，復興禱告的典範。但以理書9章3至6節、17至19節。於是我轉向主神，禁食、披麻蒙灰，藉祈禱和懇求尋求他。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禱告，認罪說：主啊，偉大可畏的神，你向那些愛你、遵守你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。我們犯了罪，行了不義，作了惡，背叛了你，偏離了你的誡命典章，沒有聽從你的僕人眾先知，他們奉你的名向我們的君王、領袖、列祖和國中所有的人民說話。現在，我們的神啊，求你垂聽你僕人的禱告和懇求。主啊，為了你自己的緣故，使你的臉光照你這荒涼了的聖所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側耳而聽，睜眼垂顧我們的荒涼和那稱為你名下的城，因為我們向你懇求，並不是因着自己的義，而是因着你的大憐憫。主啊，求你垂聽；主啊，求你赦免；主啊，求你應允而行。我的神啊，為了你自己的緣故，求你不要耽延，因為你的城和你的子民都是稱為你名下的。信實嘅神，同但以理一樣，我哋以禁食、認罪同埋迫切嘅盼望去轉向你。喺呢個預苦期嘅路上，我哋仰望主耶穌，佢真理嘅話語、憐憫嘅作為，以及含淚順服至十字架嘅心。為咗佢嘅緣故，求你垂聽我哋嘅禱告，赦免我哋，並為咗你嘅榮耀復興你嘅子民。阿門。